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9，诗篇37篇28节安尼讲：因为耶和华欢喜公平，无放杀伊圣的百姓，因永远受保护，独歹人的护卫要受造灭。三甲来祈祷，最愿永远保护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有大权能、大气力的至权、至圣、至真、至善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是满有慈爱、满有慈悲怜悯、满有丰盛稳定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！愿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阮救恩，赏赐阮平安喜乐，赏赐阮刚强的气力，赏赐阮得胜的活命。主啊！感谢你赏赐阮一切的所有。主啊！你是所行真实公义的上帝，你喜爱阮遵行你的旨意，行伫你的道路，因为你欢喜公平，无放杀阮属你的百姓，阮袂永远受你的保护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